好，大家好啊！咁我哋今日咧呢一條片會講一講第10頁，OK，講一講兩條比較 DSE 常見嘅題目。咁就唔係叫你揾個 coefficient of x square 啦，而係調翻轉頭，我俾 coefficient 你幫我調翻轉頭去揾個 power of n 或者揾個 coefficient 出嚟。OK，咁我哋由第8條開始啦。OK，就係嚟自2019年 DSE 第6條嘅題目。咁 Part A 叫你將 E-18x 炸開佢，炸到 x square 啦，咁所以就會係用翻 chicken formula 啦，第一隻雞出現啦，-18x 啦，然後再加-18x square over 2 再加點點點，咁所以咧會係1減 18x 加162x square。好啦，Part B 佢同你講啦，coefficient of x square 係-38嘅時候 ，OK，咁就叫你揾翻個 value of n 出嚟。咁我哋咧睇一睇啦，OK，前面咧其實你已經炸開咗噶啦，就會係1減 18x 加162x square，再加 dot 啦，因為唔使再寫 x cube 噶啦，因為後面都唔會令你變翻 x square 嘅，咁所以停喺 x square term 就得噶啦。後面啦就係考你識唔識得炸開1加 4x 嘅 n 次方。OK， 用翻 binomial expansion 嗰個 formula 啦，就會係1嘅 n 次方加 nc1 乘出現第一個 4x 啦，再加 nc2 出現第二個 4x， 然後再加點點點，因為唔使再出噶啦，再出都只會係 x cube term。OK， 咁所以1嘅 n 次方係1啦 ，nc1 就係 n 啦，所以 4nx 啦，然後呢一度16乘翻 nc2，OK， 同你溫翻書啦，上面抄2粒，下面抄2粒，然後再乘翻 x square， 再加點點點。OK，coefficient of x square 咧就等同於係呢一個-38，咁所以我哋執藥咯喎，嚟咯喎。1咧，你會配我哋嘅16n 乘 n 減1 over 2x square 啦，咁就會出 x square term 啦。-18x 就乘翻我哋嘅 4nx 啦，而最後我哋162x square 咧乘翻個 constant 都係會出 x square term 嘅。咁所以佢嘅 coefficient 就會係16乘 n 乘 n 減1 over 2。OK， 然後呢度係1乘啦，再加-18乘我哋嘅 4n， 然後再加162乘我哋嘅1咧，就會係-38。最後咁你會出到 n square 減 10n 加25等於0 ，in which n 就計到等於5。收工。咁呢條咧其實考你識唔識炸開啲 NCR 嘅啫。好，咁呢條如果做完咧，下一條係嚟自2021年嘅題目。OK， 如果太快嘅話，你自己 pause 咗條片自己睇咯。咁睇睇呢一條2021年嘅題目啦。OK，Part A 叫你炸開呢個 E 嘅-6x 次方。OK，咁而家俾你試一試下，咁可以做一做-6x 啦，咁啊炸到係 x4 次方嘅，咁所以呢度會寫得長少少。第一個-6x 出現啦。over 1 fact 啦，跟住-6x square over 2 fact，-6x 3次 over 3 fact 啦，跟住-6x 4次方 over 4 fact，再加點點點啦。咁所以呢一個位置咧，其實你可以撳計數機啦，咁就會出1減 6x 加36 over 2啦，18x square 減36x cube，再加54x 4次方，加點點點。OK， 減點點點加點點點都得嘅，因為加負數嘅啫。OK， 好啦，跟住佢就同你講啦 ，find the constant k such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x 4次方係-26。咁我哋睇睇啦，呢個 expression 咯，今次咧你要炸開1減 kx square 再5次方。好啦，我哋炸開前面啦，前面就係1減 6x 加 18x square 減 36x 3次加 54x 4次，
再加點點點啦，因為都係嗰個原因啦。你炸落去佢唔會變翻 x 4次 term 嘅，只會係 x 5次、x 6次、x 7次咁嘅啫。好，後面咁你諗下炸到幾時咯？一開始1嘅5次啦，第二嚿5c1乘負 kx square 啦，然之後5c2乘負 kx2次嘅 square 啦。OK，你今次要出 x 4次 term 啊，諗下仲使唔使多個 term？下一個 term 就係5c3乘負 kx2次嘅3次咯。3、2如6，即係其實呢嚿嘢係我哋嘅 x 6次 term 嚟嘅。咁我哋用唔着噶嘛，我哋只需要去到 x 4次啫嘛。咁所以咧呢度其實已經可以 stop 咗佢，加點點點就得噶啦。因此其實會係1減 6x 加 18x square 減 36x cube 加54x 4次啦。後面就係1減 5kx square 加 10k square x square 加點點點，又係啦。coefficient of x 4次方咧就係-26，咁所以我哋又執又咁執咯。今次我哋揀短嗰條嚟執，所以1咧要乘呢個4次方 term，即係54x 4次啦。x square term -5kx square 就要配翻個 x square 啦。而最後 x 4次嘅 10kx 4次就配翻個 constant。咁所以咧今次 x 4次亦都係由3嚿嘢組成。首先會係1乘我哋紅色嘅54啦，再加18乘-5k， 再加藍色嘅1乘 10k square 就會係-26。因此 k square 減 9k 加8等於0。k 咧就計到1或者 k 等於8，收工。OK， 咁呢度咧其實就係考你識唔識得炸開佢啦。第一樣嘢識唔識得炸開呢嚿 expression 啦。第二樣嘢就係要睇你識唔識得幾時停啦。OK， 記住我哋要 x 4次，咁所以咧你就要諗下，幾時要停啦？因為我哋再炸落去都只係 x 6次、8次、10次，呢啲 terms 唔要嘅話咧，咁就停就得噶啦。OK， 咁仲有2條咧，咁就係做功課嘅題目，咁俾你翻去自己試一試啦。咁接下落嚟咧，我哋會講多2條 example 嘅 ，OK？ 咁咧睇睇 example 3A 啦。啱啱咧我哋做咗一啲負 E 嘅負 terms 啦，跟住2嚿嘢相乘，然後再揾個 value of k 嘅題目。咁咧睇睇而家我哋呢一嚿嘅 part A 咯。OK， 題目叫你炸開 E1 加 E 嘅負 x square in ascending powers of x as far as x square term。OK， 炸到 x square term。你而家見到呢個 expression 有2個諗法嘅，一係你拆開個 E 嘅負 x， 一係你拆咗出面個 square term。咁到底拆邊嚿嘢先？如果我行上面呢條路，嗱，我哋一齊試試咯。如果你拆咗個 E 嘅負 x 先 ，OK， 咁你裡面會變咩？1加 E E 嘅負 x 啦，所以就會負 x 出現第一次啦。跟住負 x square over 2 fact， 負 x 3次 over 3 fact， 加到無限咁多 term， 然後成嚿嘢 square。你諗下，你裡面有無限咁多個 term， 再做 square， 你識唔識得拆開佢先 ？OK，binomial expansion 啊嘛，你2嚿 term a 加 b square 你識晒嘅 ，a 加 b 加 c 嘅 square 你已經企咗喺度啦。何況我裡面唔止4個 term， 唔止5個 term， 我無限咁多個 terms 喎。咁所以咧，記住呢一個位置其實做唔到噶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咧，我哋一定唔係拆開個負 x 線 ，OK？ 同我哋分母一樣，我哋如果個 EX 喺分母3 over EX， 我哋都唔會拆 EX 先啦。所以呢一度亦都係啦，如果我哋有 square 咧，都唔會拆 EX 先，取而代之，我哋會拆開個 square 先。OK， 會變咗 A 2次加 2AB 再加 B 2次。咁所以其實呢個 term 就係1加 2E 負 x 加 E 嘅負 2x。
OK， 題目要求去到幾多 term 啊？去到 x square term，所以每一個 e 你都要將佢拆開，拆到幾時啊？拆到去 x square term 啦。OK， 咁所以1啦，加2乘1加負 x 加負 x square over 2加點點點啦，再加1加負 2x 加負 2x square over 2，然後都係加點點點。拆括號1加2減 2x 加 x square。OK， 加點點點留翻最尾一次過寫啦，再加1減 2x， 然後再加4x square over 2，所以係 2x square， 再加點點點。combine 所有嘅 constant term 1加2加1，所以就會係4啦。combine x term 負 2x 減 2x， 所以會係負 4x。最後 x square 加 2x， 所以會加 3x square， 再加點點點，收工。OK， 好啦 ，Part B 叫你揾呢一嚿嘢，1加2負 x square 再乘2加 x square 嘅 x square term， 咁所以其實同啱啱做緊嘅一樣啫。後面拆開佢4加 4x 加 x square。OK， 今次唔使加點點點啦 ，end 咗噶啦。OK， 今次你要拆開佢揾 coefficient of x square， 咁所以我哋直接寫啦 coefficient of x square 4乘1負 4x 乘 4x 3x square 乘4，咁所以就會係4乘1加負4乘4再加3乘4。OK， 咁所以會係0嚟嘅，即係其實佢有冇 coefficient， 佢有冇 x square term 啊？所以其實佢係冇 x square term 啊，就係咁做完呢一條啦。OK， 好，咁接下落嚟咧 ，example 3 boy 啦 ，example 3 C 啦，同埋 example 3 D， 交俾你自己翻去試下做一做，順便幫我做埋 your turn 嘅 quick practice 題目。OK， 咁今日嚟到呢一度，條片亦都嚟到呢一度 ，OK， 我哋亦都第一個 section 亦都嚟到呢一度啦。咁剩低嘅俾你翻去自己試一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會開 log 呢一個課程啦。OK， 會翻 core 學完 log 先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去嗰個 playlist 睇完 log 之後，跟住我哋之後下一 part 翻嚟 M1 咧就會講 natural log 噶啦。